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美国出兵逮捕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委内瑞拉后一步会安怎行，是全球注目的焦点。美国的总统川普已经透过社群网站来宣布，讲委内瑞拉会移交3000万桶到5000万桶的石油给美国。这些石油拢是进前遭受到制裁，无法度卖出去的。另外，美国广播公司来指出，美国嘛甲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爱切断甲中国甲俄罗斯的经济贸易，讲这个石油只会当甲美国来合作。美军进前闪电式攻击委内瑞拉，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成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一摆重大的军事行动。川普掠到马杜罗无几天后，就随透过社群网站宣布讲，委内瑞拉将移交3000到5000万桶被制裁石油和美国。有消息人士讲，这个协议若讲有成，这原定出口到中国的石油，拢变成美国的。另外，美国广播公司有伫报，讲美国甚至提出条件，要求美国临时政府承诺讲，优先卖动这个原油和美国，干会当甲美国合作生产石油，并且袂使甲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做生意。不过，委内瑞拉甲中国、俄罗斯、伊朗的军火买卖和法国的费加洛报认为讲，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兴趣，像这个俄罗斯做的地对空的飞弹系统、苏海3控战斗机，也有伊朗做的无人机等等。中国做的两车突击车拢可能变成美国研究的对象。马杜罗被抓去了后，另外一个上界艰苦的国家就是古巴。这摆行动中有32个古巴籍安全人员阵亡。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奈宣布讲，全国哀悼2天，当地民众纷纷降半旗。32 hermanos ahí que murieron, tenemos explicación todavía, no se sabe la manera. 纽约时报报讲，古巴几年来拢有派专业人员协助委内瑞拉换伊的石油。当时马杜罗嘛真依赖古巴的保镖，毕竟英国古巴的情报人员以保护前领导人卡斯楚，避免被暗杀出名。不过，美军这摆2点外钟的斩首行动，唔但互古巴的人员死伤，阁互美军全身而退，即嘛互古巴几年来慰安神话完全破功。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